S 同汪小菲嘅 B 女出世第2日，大家之前淨係見到 BB 對腳印仔，係咪好唔夠喉呢？呢日大 S 就喺微博分享佢哋嘅全家福，仲寫住少少的幸福分享給大家。見到 B 女眼仔碌碌，嘴仔細細咁，仲有張好可愛嘅新利照，睇嚟 BB 真係遺傳晒爸爸媽咪嘅優良傳統喎。而大 S 雖然冇擘大眼，但精神似乎都非常唔錯。幸福照一出，大家紛紛轉發。小 S 寫住好幸福，妹妹真的好替你開心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而范瑋琪就話幸福美麗的一家人真好真好。喺台北大 S 分娩嘅醫院門外有大批傳媒守候，緊貼住最新消息。大 S 嘅家人亦好有心咁叫人向守候嘅傳媒派水。現場仲拍到汪小菲嘅媽咪張蘭，怕寫都係趕住去睇個孫女同新抱啦。而大 S 嘅姑姑呢日亦都有嚟探佢。大 S 從懷孕的開始，我們就一直很祝福她，很期待啊。那現在終於順利生產，我們大家全家都為她很開心。那個蘭姐，我看她已經準備很多了。我在想金銀這些首飾，她應該也不缺。那我們送她滿滿的祝福，還有奶奶也是會準備啦，因為每一個孫女都一樣。奶奶有準備。有沒有就是很激動？徐媽媽哭點很低呀，她一定就是看到嬰兒那一刻，讓全家哭成一團，好開心。對。而據知大 S 所在嘅呢間6星級健康中心，之前小 S 生女嘅時候都住過，淨係住宿費都超過1萬蚊台幣一日，其他收費仲要另計。而大 S 連坐月都會住喺度，計數至少都要花成40萬台幣㗎。不過呢啲對於佢哋嚟講都係